家好，我係 Max 啊！今日好開心喺我側邊咧，就係星級導師 Jason Wu 咧喺度同大家分享嘅。老師咧亦都係我嘅歌唱老師嚟嘅，歡迎老師，多謝你咧抽時間同大家分享。咁老師咧就係創辦咗 JW 流行音樂教室，喺過往20年咧，培育咗無數嘅學生咧參加咗好多國際嘅比賽，包括中國好聲音、中年好聲音，同埋近期日本嘅現役歌王，現役歌王都有佢嘅學生，並且攞到冠軍同埋優秀嘅成績㗎。老師咧係多倫多唯一一個中國好聲音學院嘅導師嚟㗎。咁老師咧出身於音樂世家啦，佢對流行音樂咧係有獨特嘅觸覺㗎。老師咧仲自創咗平衡流行唱法，係咧幫助到好多學生啦踏上舞台發光發亮嘅。咁老師咧將會喺11月8號咧支持我哋愛聲慈善音樂夜，作為我哋特別嘅表演嘉賓。好多謝老師嘅支持。咁老師啊，咁我知道你一直咧教學都係好低調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教學生涯同埋成就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Wu，JW 流行音樂教室嘅創辦人。這裡有說口語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son Wu 吳老師，JW 流行音樂教室嘅創辦人。咁今次咧就多謝 Max 嘅介紹。咁其實喺我教學20年以來咧，我一路係覺得作為一個老師，最大嘅成就唔係自己，而係見到我啲學生可以一步步、一個個喺舞台上邊發光發亮。每一次我哋學生可以上咗呢個大舞台攞獎，甚至乎有啲後生嘅學生咧可以進入呢個樂壇，將唱歌作為一種職業，我都會覺得好欣慰、好驕傲，好似見證到自己啲細路仔一樣咁樣成長嘅。老師啊，咁我想請教下你啦，點解今次咧咁支持我哋愛聲慈善音樂夜 Alien Camel Charity Concert 同埋 Movember 男士健康咧？咁啊，梗係因為你啦。多謝老師。首先咧，就多謝一路支持我嘅學生 Max， 咁能夠親自創辦今次嘅慈善音樂會啦，咁係一件非常令人覺得值得驕傲嘅事。真係好多謝老師你嘅支持啊！咁其實除咗支持我之外咧，我知道你都好關心本地嘅音樂樂壇嘅發展㗎喎，係咪啊？當然啦，我一路都希望可以推動支持本地多倫多嘅華語樂壇，咁希望有多啲呢啲類型嘅演出活動，被更加多嘅人認識到我哋，同埋發掘到更加多嘅華語社區嘅音樂人才。冇錯啦，依家音樂會咧都係想凝聚社區力量啦。除咗啦音樂之外啦，老師啊今次仲特別提到 Movember 男士健康嘅喎。另外一個支持呢個活動嘅原因咧，就係我都係一個男人，我都係其中一份子。咁好多時咧，呢個社會當中覺得男人就應該係堅強嘅，其實男人好多時都好脆弱嘅。我哋都要顧及佢哋嘅心理同埋身體方面嘅健康。咁作為一個唱歌老師嚟講咧，我就好明白呢樣嘢。當然我自己都係其中嘅一份子，我就更加容易明白呢樣嘢啦。咁我希望咧係通過呢個活動咧，係可以令到呢個社會有更加多嘅人去關注呢個男人嘅身心健康嘅問題。咁我亦都希望咧，係我哋唱歌方面嘅社區咧，係可以令到更加嘅男士可以參與我哋嘅活動啦。咁佢哋可以拋開平時工作啊、家庭方面嘅一啲 stress，嚟參加我哋嘅活動，令到佢哋係可以更加開心啲 enjoy life 嘅。Jason Wu 老師今次咧真係身體力行啊！除咗佢親自將會上台作為特別表演嘉賓之外咧，佢咧仲贊助咗今次嘅活動啦，同埋特別都為 Movember 咧作出捐款嘅。佢希望鼓勵更加多人咧關心男士健康嘅。好多謝老師咧抽空同大家分享。我知道老師平時都係好低調，咁好多謝你哋今次喺幕前邊咧都係同大家分享啦。咁如果大家咧想跟老師去學習唱歌咧，
歡迎遊覽 www.jerson.com 嘅，無論係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咧，都有課程同埋咧係歡迎任何年紀嘅。Hey, all ages are welcome。無論你是說國語的、講粵語、English 都冇問題。3月8號愛星慈善音樂夜將會喺新動力舉行，將會結合咗音樂、時尚、健康嘅音樂會。見到 Jerson Wu 老師咧特別演出，仲有好多其他本地歌手㗎。咁歡迎大家一齊參加，門票已經公開發售，歡迎大家去 eventsgo.ca 購買門票㗎。如果有任何查詢咧，歡迎聯絡我哋 charity@aliancamel.com 嘅。好，我哋11月8號新動力嘅舞台見。11月8號見，拜拜。愛星慈善音樂夜 Alien Camel Charity Concert 特別為 Movember 男士身心健康籌款，支持心理健康同癌症關注，音樂、時尚、健康為男士響起。當晚有本地歌手及嘉賓表演，美食同精彩節目等你一齊參與。門票現已公開發售，請到 eventgo.ca 購買。11月8號萬錦市新動力 Cineplex 約定你啦！